去到書嘅20頁，咁啊講翻脂肪酶啦，同埋即係一啲關於脂肪嘅消化咧，係上一節咧未講完嘅。咁有一啲咧錯同埋對咧嘅 concept 咧，好想再澄清一次。第一，好多人咧以為以為係膽囊去製造膽汁啦，但係呢一個成日錯嘅毛病咧，就應該係肝去到分泌個膽汁。記住，膽囊咧只係做暫時儲存嘅工作啦。第二，膽汁咧係唔能夠將脂肪變成脂肪酸同埋甘油嘅，佢只係乳化佢嘅啫。咁下面咧上一節講咗一個乳化嘅實驗，咁呢一節咧都要加多一個啦，就係咁脂肪酶又做啲乜咧？咁我點樣可以知道脂肪酶有進行過個實驗咧？咁咧，今次又係啦，有3支試管嘅，一支脂肪酶啦，一支係蒸餾水啦，一支係煮沸咗嘅脂肪酶，即係變性咗嘅。咁咧呢一個實驗咧喺 DSE 咧係出現過嘅長題目。咁難嘅位置喺邊咧？就係佢出現咗一隻新嘅指示劑，一隻酸鹼指示劑。平時我哋係用開可能石蕊試紙啊嗰啲啦。咁酸鹼又有機會係用 pH 試紙啦，但今次咧有一個叫做粉肽。粉肽有咩特別咧？佢咧其實係一種喺鹼性嗰度咧可以即係辨別到鹼同埋即係強少少鹼咧嗰個嘅狀態嘅。如果 pH 值係高過10嘅話咧，就係粉紅色啦。如果佢係低過8.4嘅時候，就已經變透明㗎啦。咁低過8.4代唔代表佢係酸咧？唔代表嘅喎，佢可能連中性都未到喎，係咪未到7嘅噃？咁所以呢度咧個位置上面你要少少留心啦。咁喺呢度做緊啲乜咧？佢就會加全脂牛奶啦。今次咁啊，主要係個脂肪上面咧，佢去檢驗啦。咁啊，除咗脂質之外咧，佢另外亦都有加到碳酸鈉溶液啦，同埋酚酞。咁呢一個就係個 base 嗰個底，佢想即係俾佢做嘅受質啦。咁然後就加酶啦。咁然後咧呢3支試管加完呢啲嘢之後，就睇下嗰個混合物有咩變化。咁咧再加咗，因為佢裡面都有酚酞噶嘛，睇下佢咩色。咁正常應該咧一開頭咧係我知道點樣講一講先。係啦，脂質咧係會變做2樣嘢噶嘛，喺側邊寫埋先。如果佢做咗分解嘅話咧，佢應該係會產生甘油同埋脂肪酸嘅。咁點解我哋要用一個酸鹼指示劑去到做呢個實驗咧？其實個情況咧就係出現喺脂肪酸嗰度，講明佢係脂肪酸，即係話咧其實佢係會令到個 pH 值慢慢下降嘅，因為佢係酸性。咁所以如果佢係喺一個高嘅 pH 值底下，慢慢下降個 pH 值嘅話咧，咁就即係證明有脂肪酸產生啦，係咁樣去到嘅道理啦。咁所以你見到啦，喺結果討論嗰度 A 嘅話咧係粉紅色變白色，或者我哋叫無色啦。個原因咧就係脂肪的而且確有分解啦，有脂肪酸同埋甘油。而喺當中咧令到個酚酞變色嘅咧就係個脂肪酸，因為有酸性會令到 pH 值下降，呢個係個解釋。第二啦，大試管裡面混合咗 B 嗰個咧嘅混合液咧就會變翻仍然係粉紅色嘅，原因係作為對照。對照嘅咩咧？睇翻啦 ，B 咧係蒸餾水嚟嘅，咁佢其實個原因咧係要確保個顏色變化嚟自於個脂肪酶，所以佢唔加脂肪酶就仍然係粉紅色。咁你點知係真係脂肪酶咧？咁就要阿 C 啦，因為佢煮沸咗嘛。咁即係確保咧個變化係由脂肪酶去組成啦。因為你變咗性之後，佢就唔變色啦嘛。咁好明顯就淨係脂肪酶可以做到呢件事啦，淨係脂肪酶會變性噶嘛。咁呢一個實驗咧就係講緊呢一樣嘢啦。咁同學可以留意下啦。記住今次咧，我哋唔係要證明脂肪酸會令個溶液變酸啊嚇，因為個酚酞咧喺低過8.4嘅底下已經係透明噶啦。已經係無色㗎啦，就唔會話真係要去到酸性環境先會變嘅。咁點解用酚酞咧？個原因咪就係佢本來真係好鹼啊！你冇理由即係點樣講咧？你如果用其他嘅 pH 嘅
即係可能用其他嗱，最好嘅用 pH 計啦，會容易啲，有埋個數值俾你睇添，係咪？但係如果你用其他試紙劑指示劑咧，就可能要差即係再耐啲嘅時間咧，先至會做到嗰個結果出嚟，咁就唔係太理想。咁就所以點解會選擇用酚鈦咧去到做今次咧嘅即係實驗啦。